增益開得太大有雜音，開太細又聽唔到，到底點先啱呢？增益即係 gain，其實係控制咪高峰輸入信號放大程度嘅設定。如果設得太低，你將個聲就會好細，後期放大連底噪都會出埋嚟。相反，設得太高，信號就會削頂，即係爆 mic，聽起嚟會好失真。咁最佳嘅設定方法係點？用你平時錄音嘅正常聲量去講嘢，一路講，一路望住個音量指示器，睇下啲綠色、黃色燈跳到邊。我哋嘅目標係令到聲音嘅峰值去到-12到-6分貝之間，呢個範圍可以留有足夠嘅動態餘量。英文叫 headroom，有咗呢個空間，就算你突然好激動大聲講嘢都唔會爆麥啦。以常見嘅混音台為例，每個通道都有獨立嘅增益旋鈕同音量推杆。記住，增益係控制輸入有幾大，而推杆就係控制最後混音嘅音量。先調好增益，再用推杆做平衡。呢個兩級控制嘅概念非常重要嘅。